等咗成年嘅迷你版負離子模擬風筒終於到貨啦！一齊嚟開箱睇細節。包裝高級，送人自用都超正。附送一個磁吸風嘴，輕輕一黐就實。外形小巧輕便，真皮手柄手感勁正。英式三腳插啱晒港澳家庭使用，有綁帶，收納方便，旅行都啱用。一推即開機，短按調風力，長按開啟冷暖循環，短按4檔熱風，長按凍風，上下按鍵同時長按開啟兒童模式，做到大風筒嘅風力，同時有防燙兒童模式，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吹頭髮。哇，咁大粒波波都輕鬆吹起，細部竟然咁大風力，試過都話有驚喜，即刻自留一部。